大家好，我是罗骨孙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心怡。阿爸，今明天去按头，等下去涂鸦搞好冇？哦，等下。哦，咱去台面，去鱼啊！以前，好啦，那鱼啊嘛。几摆咩是鱼过的？那个夜行性动物园有冇去过啊？嘛好咧。几摆冻大松好，冇了摆鱼给你直直来。哎，用个鱼哦。坐捷运去。坐捷运鱼啊？啊，你东西输出来啊，输回来吗？术后了啊，来到那里打你，你看看反正打你。好看。哇，很多人哦，伊从大家会出意料的吼，有冇？哦，超很久的，不多的，你等，下一站，捷运动物园站。下一站涂鸦站。后一站，动物园站。台北 Zoo Station。到嘞。哦，半年，好嘞，到嘞，很快，很好吹。很冷哦，是啊。来啊，把男的，哎，用含袂很冷。哎，你看这个嘛个，这是 people 呢？很电影讲哦，啊，这个会闭眼哦。是哦。没时间，多一些，然后又嘛干？垃圾。垃圾，咱从遐落太哦，其实按才啦吼。你看等会，你系嘛个？没啥，咱去병山。来，我酒啊。这嘛个啊？你看，加油在上。弟弟的，佩佩。你做斑马的散步啊，很电影像了哈。安尼，好，安尼去看尊敬的斑马好吗？唔会，喊你而已。